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10月1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行政院推动托育准公共化的服务，伫咧8月份上路以后，市府也积极甲台南市的宝宝以及托育中心来进行着准公共化的签约。伫咧顶礼拜5公布了这段时间拍拼的成果，无论是宝宝或者是托育中心，拢有超过80%的签约比率。市府也特别举办着共同签约的仪式，象征咱台南市的优先托育又搁向前迈进一步。行政院为了减轻家长的负担，伫8月初推动了托育准公共化的服务。社会局为了让台南的家长都会使享有补助，嘛积极甲市内的宝宝甲托育中心签约。顶礼拜嘛公布了这段时间努力的成果，原本的目标是70%。但是中间高达80%外，为此社会局嘛特别举办了签约的仪式，邀集宝宝托育中心家长共同签署，象征咱对友善托育的环境向前一大步。今天非常高兴哈，我们台南市有86%的托婴中心，那81%的个人的保姆都响应目前台湾新的这个政策，来对于婴幼儿的部分。来签约完成，那对小朋友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照顾。那我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这些托婴中心跟个人的保姆一起来共同的签约完成之后，那让更多的家长可以得到更好的补助跟照顾，也让小朋友大家更能够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顾。年轻的夫妇更没有后顾之忧，愿意来生育养育。也让台南成为一个好的一个宜居的城市。目前领取津贴的人数对原本的14000多人提高到26000人，涵盖率嘛对原本的52%变做现在的98%。民众不管是伫厝里家己顾囡仔，也是送到外面互人顾，拢会使得到补助，嘛代表政策有效帮助家庭减轻负担。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最近网络伫咧谣传台南高铁接驳车将要停驶，市员王家珍1号上午特别邀请到高铁台南站客运业者以及市府交通局等单位召开记者会，会中高铁公司来澄清这2条路线持续伫咧营运当中，公司也毋捌讲过要停驶，这网络谣言毋知对对掠来。交通局也表示，这路线绝对袂停止营运。高铁是现在台湾重要的大众运输之一，但是因为台南高铁站的设立地点距离市区较远，所以过去拢是由高铁采用联合行销的方式，每年以合约补助接驳车的营运。但是现在嘛传出高铁将要停止补助，让民众非常不安。嘛甲议员王家珍反映，议员1号上午嘛邀集相关单位到议会讨论甲说明，希望让市民安心。那我们前几年的时候，已经多少年这个高铁接驳车，好像一开始的时候就，让我们台南市民多少改善了一点这个去高铁站的不方便嘛，我们一直都有传言不断，3不5时就告诉我们说，是不是又要断了？是不是又要断了？民众已经为了这个传言，年复一年的都在问我们民意代表。那当然，我们很开心，传言是传言而已，没有真的断。但是呢，最近的消息，我们似乎会同意民众的说法，好像真的要断了。首先，我先澄清一下哈，我们这2条路线，事实上现在都持续在经营当中，那也从来公司就没有对外说要停驶这件事情。我们这样的补助的计划里面，其实我们本来每次合约到期的时候，我们都会去审视说这条路线的经营状况如何。那我们客源是不是已经协助政府单位已经把它培养出来？那如果说这个客源已经持续稳定的话，我们会去检讨说，这个联合行销是不是要继续
进行。那这个本来就是一个既定的，我们会去审视的一个流程。所以不是说我们对外讲说要停驶或继续行驶，因为这个本来就是继续经营的。市府交通局表示，接驳车的2条路线，市府线每个月大约有5万人来使用，基美线嘛有大约25000人。目前高铁公司对联合行销的政策有咧调整，市府目前嘛咧积极沟通协调。目前希望甲高铁公司共同合作。最后，交通局嘛强调，未来不管安怎，一定会持续让接驳车继续营运，绝对袂让市民失望。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年底选举将要来到，内政部长徐国勇对顶届的反毒宣誓到即届的治安维护选举查贿选，特别巡视各地警察局。30号来到最后一站台南市警察局。一方面，除了肯定咱市的治安经验，同时也颁奖着2万块慰问金，为基层的员警加油打气。内政部长徐国勇30号下午来到台南市警察局访视，一方面除了听取警察局长黄宗仁的工作报告，另外部长嘛代表总统、院长以及各部会首长来慰劳基层员警的辛劳。尤其年底选举要来到，对着选举期间的治安维护、查贿选、加组织犯罪等，部长要求一定要由外律做到自律，而且强调交叉报类，防止犯罪。这次严抓贿选，最主要我们希望产生2个效果。第一个，我们希望产生一个无形的效果，就希望让大家知道我们不要贿选，希望能够因而由外部的力量来产生自律，由外律而自律，也就由他律而自律，然后自己就要知道不要去踩这个红线，这第一个。那第二个，还是有人如果说我们都已经这样子明白的宣誓了，他还是想要去踩那个红线，想要说看抱着侥幸的心理要去试试看的话，那我们很不客气的讲，我们布雷会很确实，那我们的雷点都会引爆。那我们不分党派，不分党派。我是问讲，我们一定会绳之以法。我是问讲，除了选举期间的治安维护，另外在员警能力的缺额部分，因为年金的改革，原本预定2-3档才能补足，有可能明年度等个全部补足。现场部长嘛同时递赠2万块的慰劳金。一方面肯定咱市伫咧查毒品的努力成果，另外嘛为了前一站823的举犯，基层员警的付出加努力。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由上主车三广王有线电视所主办的用电视爱社区 BB 宽频 BBTV 卡拉 OK 欢唱赛中西区初赛，9月29号伫咧中西区协进国小来举办，吸引着济热爱唱歌的民众报名参加。精彩的比赛过程也带大家做伙来回顾。由在地上主车三广王有线电视所举办的用电视爱社区 BB 宽频 BBTV 卡拉 OK 欢唱赛，今年迈入第12档。分区初赛最后一场中西区的初赛，伫咧9月29号这天暗时伫协进国小的校门口广场来举办。开场就由充满热情活力的少女团体 BBQ 以跳舞来揭开序幕。今年的卡拉 OK 比赛不但推出了全新的阵容，也用全新的呈现方式，要让观众新的感受。伫咱遮的选手会当讲大家会当咧非常有一个真好的一个表现，会当讲伫这个所在遮会当去得到大家拢做着朋友。所以讲，伫阮这个活动，伫原则上，伫三天3万人，伫咱这在地的企业，最主要是用对社会，最主要阮的服务，到阮的整个规个一个团队的一个整个甲节目的推出，到阮的整个规个一个款面的服务啦。而且是希望会当讲安尼得到咱所有的新时候的肯定。现场贵宾有立法委员陈廷辉、市员谢良介、市员陈义丁、甲中西区的区长萧泰华，以及多位在地里长，拢前来参与，为咱的参赛者加油打气。
你真欢喜吼，能够做回来参与的咱今仔日这个由三冠王庄子欣所主办的我们的这个社区卡拉 OK 比赛吼。我想每一档我只要有时间，我一定会来参加，因为咱即马爱唱歌的人口实在是太侪啊吼，所以伫每一次来举办行入社区，互更较侪爱唱歌的人会当行出伊家己的这个卡拉 OK 的那一台机子，可以把所有学习的一次来做一些切磋，我想这是上重要。这届中西区的参赛者以歌会友。拼造型、拼人气也拼歌艺，其中已经高龄88岁蔡天颂先生，因为热爱唱歌，少年时阵时常到台湾各地来参加着歌唱比赛。伊表示，唱歌就是上介好的运动之一。中西区的参赛者伫咧经过了一暗的激烈竞争以后，最后成绩公布：中青组第1名叶雪儿，第2名邱国荣，第3名郭昭明。优胜1许清和，优胜2陈玉明，社会组第1名黄登元，第2名郭俊宪，第3名郑明琪，优胜1黄建邦，优胜2廖敏苑。各组的前3名分别取得进入总决赛资格。目前各区的初赛拢已经出炉，接下来就是大家所瞩目的10月20号卡拉 OK 总决赛，将要伫咧文化中心来举办。欢迎民众到时阵做伙来欣赏到各区歌唱高人的优美歌声。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南投音乐季是由金曲歌王谢明佑以及面包车乐团伫咧民国101年所发起的活动。以往拢是伫咧安平来举办，深深受到大家喜爱。今年特别结合了美街、信义街、振兴街以及银同社区等历史街区，以着高背景作为今年的主题，要带予大家一个充满音乐甲艺术文化的南投音乐季。南投音乐节这个活动，对101年伫安平登场以后，一直受到少年人的喜意。为了扩大效应，今年音乐节特别邀请美街、信义街、振兴街以及银东社区，以高背景作为主题，共同展览中孝街妈祖楼跋杯。伫妈祖背景之下，由美街文化协会办着，幕后南投音乐节首次刷出安平的主办权。今年的南投音乐季，我们把它称之为米街正南风啊。
那南投音乐季是第一次移出安平，然后在其他的街区来主办。那为什么会在米街？其实这个是因为当初各个在做街区活化的这些代表，然后到这个忠孝街的妈祖老宝贝上把的楼主，谁就承办下一个年度的南投音乐季。那第一年是由米街来承办。那南投已经有一段好几年的一个历史了。那现在是各个街区，他发挥他自己各个街区的专长。你要办音乐季也好，你要办板德的文化也好，都可以。那我们米街今年南投音乐季，我们把它2天扩张到2天。那第一天我们是以音乐为主，那第二天呢，我们将台湾的一些镇头文化也带进来。那还有一些所谓金光布的，那也希望借由这种活动，可以导正对这种庙宇文化的一个偏差。另外，市府嘛邀请日本岩手县的表演团队伫音乐节东港来到美街演出，甲市民做伙交陪。南投音乐季是一个非常棒、非常特别的音乐季，因为它是台南在地，而且是由小黑老师一开始这样子一年一年做起来，所以当他在今年发展出了所谓高杯镜的这个概念，让各街去主办的时候，我真的是有非常大的敬意。我觉得台南人用自己的方法来形塑自己的城市，那让街区也好，让在这里面的经营者也好，让任何台南人都在这里面可以找到自己的骄傲，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活动。那我想对观旅局来说，我觉得非常感谢的是大家把这个城市共同当做一个大的品牌，而不是在城市里面去计较彼此的得失，而是大家一起肩并肩作战，让台南成为一个世界级、国际级的城市。号名美街正南方的南投音乐节将伫10月6號下晡1點開唱，邀請真濟優質的樂團現場演唱，一直唱到暗時為止。10月7號迄天，有傳統的夜店以及金光布袋戲團的表演。主辦單位歡迎市民這個拜六禮拜踴躍來到新美街看熱鬧。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由三立貨櫃主辦的國際交流萬樹禮潮邀請賽，10月6號將要佇安平區來舉行。擔任台南市萬樹禮潮協會理事長的雷政部政務處長陳宗安，29號特別南下為活動來宣傳。今年總共有18支的隊伍來參賽，其中佫包括了泰國甲中國2支外國的球隊。伫德兰国小西古镇的表演，第4屆三立貨櫃杯國際交流萬俗壘球的賽前活動記者會，29號下午伫仁德區三立貨櫃公司來召開，包括台南市萬俗壘球協會理事長，當時嘛是現任內政部政務處長陳宗安，安平區長賴清竹，以及前仁德區長，當時嘛是議員候選人郭鳳儀，攏到場出席。主辦單位三立貨櫃總經理吳英林表示，今年的活動首次選到安平舉行，除了有精彩的賽程，另外嘛安排選手之夜，有歌手的表演以及高空煙火秀。非常高興，我們三立貨櫃杯即將在10月6號、7號舉行。本屆共邀約18支國內外的球隊來參與。那我們除了讓選手在球場上競爭以外，晚上還有舉辦非常精彩的選手之夜，有煙火秀、歌星演唱，還準備印有三立貨櫃印象的小書包，贈予每位選手，讓選手們感受到主辦單位的用心。我們也歡迎好朋友們有時間有興趣，可以到我們安平這4個球場上來觀看精彩的比賽。我们跟三立貨櫃公司合作辦理國際邀請賽，已經邁入第3年啦吼。因為萬樹壘球在台南是一個足熱門的運動吼。嘛，咱真濟台南的朋友因為是東南亞做台商吼，所以伊嘛甲這個運動發展去到東南亞去。這嘛是相當前啥咱會舉辦國際邀請賽的這個主要的原因吼。所以經過3冬咱這個比賽愈辦愈熱鬧吼。所以就後禮拜10月初6的甲初72天，是文中66吼，是安平的文中66的球場。歡迎所有的這個咱的鄉親，會當去現場甲咱的選手加油吼。有了前3冬的成功經驗，今年國際交流萬俗壘球邀請賽，總共有18支隊伍參加。比賽分國際交流組，有泰國隊、
天津台客、台南地检、消防局、新乡新市分会、甲记者媒体队以外，另外伫国内组嘛有来自8个县市，总共12支队伍。欢迎对慢速垒球运动有兴趣的民众，会用伫10月6号、7号2天，前往安平文中66甲文小45球场来观赛，为选手加油打气。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长期效力关怀老人社会福利的普利关怀协会，今年首次甲台南市会合作推出第一届爱健康儿童画图比赛，希望以着校园作为出发点，来宣导保健以及癌症防治的工作，吸引了300多件学生精彩画作来比赛。29号下午也正式举办着颁奖甲成果发表会。伫其中赖美开甲议员刘美基的合作，由普利关怀协会今年所举办的第一届爱健康儿童画图比赛，29号下晡正式颁奖甲发表成果，除了祝福朋友找回健康，和家庭重新找回欢乐以外，嘛借此宣导保健甲防癌，重力温馨。结婚率呢普遍的降低，那同时呢生的孩子更少了，所以每个孩子不但是我们的宝贝，也是我们非常的珍贵的珍珠，所以我们要一路看着他平安健康的长大，所以我们举办了这个画画比赛。透过这个活动，让世界所有的人民看得到我们台湾，看得到我们这么一个爱健康、这么正向思考、有能量的一个普利关怀协会，默默的在我们的地方付出，为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加油。为了让更较侪外国朋友看到台湾囡仔的创作，协会透过各种的关系，甲世界各国联系，陆续安排各种的作品到国外展览，让世界看见台湾温暖。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国内科技大厂结合着智慧科技甲工业技术所创立的电动自行车品牌，对成立以来已经行销到全世界，每一档拢以20%来成长，非常的可观。目前因看准着台南的市场，成立了精品店面，希望会当结合台南在地观光资源，让民众透过电动自行车享受健康又搁环保的全新体验。伊本身电子的优势，加上机械工业技术，大方电子转投资伫电动自行车，同时4档前自创品牌要营销经营，不止成功以代理经销商的模式进军欧美、日本加大陆，行销到全世界。国内部分除了台北、台中成立据点以外，28号嘛伫台南东区成立精品馆。董事长表示，虽然南部的脚踏车文化风气无参像中北部，不过台南是文化古都，加上慢活的概念，发展电动自行车正是未来主流。环保又成本又低又安全，那对每一个消费者来讲都是一大的福音。那尤其在台南更适合，因为台南是个古都。那我们如果在台南市区呢，骑个这个电动脚踏车呢，是很健康快乐又慢活，所以非常一个好的一个交通工具。我们也希望说，台南的这些消费者呢，我们的大众能喜欢我们的这个脚踏车。那我想我们的脚踏车这样全球推动下来，在欧美、日本、台湾都很受欢迎，尤其在日本现在变成一个主要的一个品牌。那我想这就是我们目前在推动。那我想这样的一个潮流，未来在台湾也会变成一个主流市场。100% Made in Taiwan 的电动自行车，除了强调一体成型，利用电力的辅助，无论爬行还是远距离，拢会当轻松享受休闲运动。同时强调智慧动能的自行车，除了搭配人工智慧的辅助系统，会当随时自动变速，而且一旦骑超过25公里的速度，也可以自动断电，安全跟环保。我们按一个 Smart Mode，只要按一个按钮，它随着你的地形就会侦测，
到你各种上坡下坡，就它会侦测的这个速度，还有这个炮的能量哦，我想这就是一个智慧动能的意思。那另外我们连接 APP 哦，我们可以到你的车子看看你的车子在不在，还有你的旅游景点哦，都是我们有一个这个云端的这个服务，所以整个就是一个智慧动能的情境哦。诉求美观、环保佮聪明的电动卡车上市以后，更是2018年台湾精品金质奖为迄种的自行车品牌，嘛会每一档的销售拢20%的成长，相当可观。欢迎介意亲自旅游，或是挑战登山路线等其他需求的消费者来遮，拢会当找到上适合家己的车款。咱的新闻本集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天气多云，温度27度至29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7级到8级，上大阵风10级。真感谢你来收看到10月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